我哋參加咗7節嘅藝術通達體驗同埋 Art Touch 工作坊，進一步提升咗我對共融藝術嘅認識。呢個工作坊裏邊，我哋唔單止學到點樣用藝術科技去探索感官信號嘅轉化，仲親身實踐咗用唔同媒介創作藝術作品嘅過程。我哋仲掌握咗點樣用數碼科技進行藝術創作，為傳統創作方式注入新元素，創造出獨特嘅表現形式。好開心有幸參加賽馬會科藝共融計劃，我哋去探索咗藝術同埋科技。好記得第一堂課邀請了聽障藝術家分享，讓我了解了不同能力人士的日常生活及如何欣賞藝術。聽障藝術家仲要即場畫咗幅畫送俾我哋，又教我哋做手語，展現咗科技點樣打破傳統藝術嘅界限，創造出互動、包容藝術嘅形式。呢一次工作坊嘅主題係影像聲景。今次我哋合作做咗呢個 Slap Sound， 鼓勵咗我哋自由表達創意，讓我感受到藝術創作嘅樂趣同埋挑戰。